突厥斯坦集中营里的拘押者可能遭中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当局已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内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最近有消息称，在伊犁察布查尔县，一名80岁的退休老师最近被集中营释放，但他在当天晚上突然死亡。最近连续出现拘押者在集中营死亡的消息和此类事件，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如何毒害集中营中的无辜人民。美国和中国再次面对台湾问题。在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后，中国军队在该国的东南沿海举行了空中和海上演习。中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例行的演习，但没有提供有关演习在何时何地进行的细节。台湾说，这些武器将有助于加强台湾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的合法自卫。中国外交部报告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将受到制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数万名公民继续抗议一项有助于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的法案。超过1万人参加了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新界沙田的抗议活动，并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一些抗议者要求在该地区举行民主选举，而其他抗议者则拥有独立香港的旗帜。在示威期间，警方和示威者之间发生了短暂的争吵，他们要求警方调查该法案引起的抗议活动中的暴力行为。塞浦路斯最大的报纸费尔勒 Zeros 在一则新闻中援引欧盟军方消息称，土耳其钻探船法蒂赫号在跑夫斯的作业中发现了1700亿立方米的储量。新闻称，欧盟一直要求土耳其结束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非法行动。他指出，第一步是建立协议机制。新闻称，土耳其收到的俄制 S-400防御系统将加强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北塞浦路斯的保护活动。因法德三国呼吁美伊对话以结束伊朗核计划引发的紧张情势，英国、德国和法国一直坚持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承诺，但这种情况的延续取决于伊朗是否完全遵守该协议。三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强调，对列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恐进一步瓦解感到忧心，但他们也说，协议是否继续有效取决于伊朗。